我觉得现在台湾面对蛮大的一个挑战。那我过去5年都是在投入在国家安全的领域上。那我每天看到的都是我们不管在经济还是国防安全上面碰到的挑战。我觉得台湾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新世代，然后能够为我觉得是能够愿意而且有能力保护这个国家，保护未来下一代的人。那当然，我们政治竞争不能够，我们除了个人的竞争，也是政党的竞争。那我们希望民众可以看到我们所代表的理念，希望民众支持我们。我觉得我们从事政治工作就是要为民服务，所以跟民众接触是一定的，而且是不只是需要的，这其实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。阿嬷较介意你，还是阿公较介意你？拢介意。还下次得介意。他们如果太热情，你会觉得很害怕吗？没有啦，我们今天出来，大家愿意支持我们，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我们都是我们非常感激。阿嬷，大家其实都在电视上看到我们，或者网络上看到我们，所以走出去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。是您的专业未来在立法院可以有什么样的发展？进了立法院之后，我会希望在外交国防委员会投入我最大的心力。当然，地方的服务还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无论我在哪一个委员会，都会继续跟地方做相当大的连接。问说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的活动？最主要当然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宜农看起来，不管是在他的政策方面、他的学经历方面，我们都觉得是个我自己会觉得他是个很棒的一个人。然后我们也很希望，在这一个等于是民主跟自由很重要的节骨眼上面，有一个可以站出来捍卫台湾的一个候选人。那他什么样的理念最吸引你？我想当然还是他的那句 slogan 壮阔台湾，因为事实上，在这一个国际局势变动很大的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，尤其每一个国会立委其实都很重要，可以站出来捍卫台湾的民主跟自由，捍卫属于台湾人的生活方式。我想这个就是中国台湾最重要、最基础的理念，也是我想是我个人还有很多我们今天来的朋友们心里所想的，对。